今日係2026年2月7日，我哋今日係研習授學無學人記品第9。咁我哋先三稱佛號先。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好啦，而家我哋開始研習嘅係《妙法蓮華經》第9品，學無學人。嗱，何謂學無學人呢？首先我哋一陣間我哋再研究何謂學無學人，大家可以先思考下先。咁我哋先提翻經文。經文佢話提到，於是阿難羅睺羅而作是念：我等每自思維，設得受記，不亦快乎？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禮足，俱白佛言。就係呢，當時阿難尊者、羅睺羅佢哋聽到舍利弗等人獲得受將來成佛之記，於是佢就諗啦：如果我哋都能夠獲得佛陀受記，我哋咪感覺到相當之暢快咯。咁於是佢哋就嚟到佛陀前面，向佛陀頂禮，就希望能夠得到佛陀嘅受記啦。咁我哋先睇下阿難同埋羅睺羅一啲簡單嘅資料先。嗱，根據《阿彌陀經要解》，阿難又叫做慶喜，係佛嘅堂弟，亦都係佛嘅使者，以多聞第一著稱；而羅睺羅又叫做福像，係佛嘅太子，以密行為第一。嗱，呢個從《阿彌陀經要解》簡單介紹呢兩位嘅尊者。跟住喺《妙法蓮華經玄贊》就提到，佢話阿難此云慶喜單言，佢話阿難陀此云慶喜單言，阿難翻為歡喜，亦俄也。即係話呢，阿難個名應該叫阿難陀嘅，唔係叫阿難。如果阿難陀譯做慶喜，阿難就譯做歡喜，但係嗰個譯法係唔係太正確。點解呢？佢話世尊成道，內外咸慶，當起時生，故名慶喜。因為阿難陀出世嘅時候就啱啱係佛陀成道嘅消息傳到翻去舍衛國嗰日，所以呢就滿城都相當之慶喜，所以就叫阿難陀做阿難陀。梵云羅孤羅，此云執日，舊云羅睺羅，翻為障蔽，非也。同樣地，佢呢度呢就呢，其實個譯音都有少少差別。羅睺羅應該譯做執日，就唔係譯做障蔽嘅。咁呢啲當然係呢位法華玄贊嗰位大德佢嗰種睇法啦，我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咁另外喺經文提到，佢話世尊，我等於此亦應有份。剛才提過啦，因為阿難同埋羅睺羅見到舍利弗等人獲得受成佛之記，於是佢哋都話：如果我哋都能夠得到佛陀受記就好啦。咁所以佢哋就向佛陀提出啦。佢話：我等亦於此亦應有份，唯有如來我等所歸。佢話：我哋亦都係一路跟隨佛陀去修學、去修習、去修行。所以如果其他嘅師兄弟都得到受成佛之記，我哋亦都應該得到成佛之記，因為我哋都係一路追隨住佛陀。又我等於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見之色，阿難常為侍者護持法藏，羅睺羅是佛之子。咁佢話呢，而且大家都知道，無論天上人間乃至阿修羅等呢啲咁嘅善神都認識我哋，因為阿難尊者長期做佛陀嘅侍者，護持佛陀法藏，而羅睺羅係佛陀唯一嘅兒子，都係身份相當之嘅特別。若佛見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者，我願記滿，眾望亦足。所以當佛陀受其他聲聞弟子無上正等正覺之記嘅話呢，我哋
咁特殊身份嘅人物，亦都應該希望得到受記。如果咁樣呢，記滿咗我哋嘅願，亦都係大家所心目期望一樣，令所謂即係大家都係認為嗱，阿難陀長期跟隨佛陀，應該獲得受記。羅睺羅福報相當殊勝，能夠成為佛陀嘅兒子，亦都應該佛記唔應該冇咗佢份嘅。所以佢哋就覺得，如果我哋亦應有份，如果佛陀同時向我哋受記呢，咁就大家都感到歡喜暢快啦。咁好啦，關於阿難尊者喺《金剛般若疏》亦都有個補充說明，佢話呢，釋迦本昔為迦葉佛作沙彌，就話呢，喺過去迦葉佛嘅時期呢，當時當然啦，釋迦牟尼佛仲未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當時佢係一個沙彌身份，即係類似羅睺羅咁嘅情況啦。師日日限誦經千言，兼為師乞食，恐誦經不想一心憂懼，就話當時佢每日要背誦1000個字嘅經文，而且呢要每日出去托缽嚟到攞食物俾迦葉佛。咁佢就當心，如果唔能夠背誦到經文嘅話呢，就有啲擔心恐怕啦。因為我哋知道以前佛經乃至一切嘅所謂神聖嘅經典，都係要藉住背誦，唔係有文字記載，所以佢哋將呢啲法寶傳落去，都係一代一代咁樣傳俾佢嘅學生、佢嘅弟子，要佢哋將佢背誦咗落嚟。咁當時迦葉佛亦都要求佢嘅嗰啲沙彌使者每日要背1000文嘅經文。阿難於時為長者，在路見之，休息，便問所以。咁當時有一日啦，因為當時釋迦牟尼佛係要為咗擔心背誦經文嘅問題，一路行一路有啲憂懼嘅話呢，喺托缽途中就遇到阿難。阿難當時一位大富長者，咁見到呢個小沙彌咁擔心，就問佢到底發生乜嘢事，故具答上事。於是釋迦牟尼佛啦，當時係一個沙彌啦，咁佢就同阿難尊者講，同呢位阿難長者，咁就講咗佢自己嗰種嘅擔心顧慮，因為佢擔心因又要出外托缽分心，又要每日背1000文嘅經典呢，可能兩者不能夠兼顧啦。長者仍與沙彌日日給食，令得安心，誦經莫復憂惱。於是呢位長者就相當之慈悲啦。佢睇到沙彌唔能夠兼顧兩件事，如果要托缽出外來回，可能花咗一啲時間，亦都令個心唔得安定，可能個心散亂咗，唔能夠背誦到咁佢師父迦葉佛要求佢嘅功課。咁如果佢唔托缽，又唔能夠提供食物俾迦葉佛，於是呢，因為阿難長者就話啦，不如咁啦，以後我每日供養你哋食物，你就安心，唔需要出去托缽啦，你就可以安心咁樣去背誦經文。長者發願言：若沙彌成佛，我當為法藏第一弟子。同時發願，今日即當日去護持釋迦牟尼呢位沙彌，去能夠安心背誦法藏。如果將來呢位沙彌成佛之後呢，佢都會做呢位沙彌嘅弟子，係作為一位係對佛法方面呢係最能夠記誦嘅一位弟子，法藏第一嘅弟子。呢度就講咗點解今時今日阿難尊者會係多聞第一，就係因為當日發過呢個本願，佢係希望將來釋迦牟尼成佛之後呢，佢會成為佢身邊嘅多聞第一嘅弟子。所以今日因緣成熟啦，釋迦牟尼已經成就無上正等正覺，於是呢位長者亦都成為釋迦牟尼佛身邊嘅多聞第一嘅弟子阿難陀啦。呢個就係講翻過去一段嘅典故。對你有冇問題啊？
OK 啊？呢啲唔係好複雜啫。咁另外喺法華文句都提到，佢話阿難佛得道夜生，是佛20餘年，即係提咗阿難同埋佛陀之間嗰個關係，就係咧阿難喺佛陀成佛嗰晚出生，所講就提過啦。點解叫做慶喜？因為當時藉住佛出世，佢亦都同時出生，所以就改佢名做阿難陀，叫做慶喜。是佛20餘年，佢咧後來出家之後咧，跟隨佛陀身邊就20多年。咁我哋可以計到條數啦。佛陀我哋計佢係31歲成就無上正等正覺，說法49年8歲7日滅嘅話咧，即當佛陀31歲嘅時候，阿難尊者又出生。20年之後咧，佛陀係50多歲嘅時候咧，當佢佛陀50多歲嘅時候，阿難尊者亦都係20多歲嘅時候咧，佢就出家，跟住咧就跟隨咗佛陀20多年，直到佛陀80歲入滅，所以佢就話是佛20餘年，大概係可以咁樣計算到出嚟啦。咁另外就提到阿難同佛陀之間係咩關係咧？佢話提婆達多係佛嘅堂弟，阿難嘅親戚，即係咧提婆達多同阿難係兩兄弟，提婆達多係阿哥，阿難係細佬，兩個都係佛嘅堂弟。咁即係説明咗阿難嘅關係係佛嘅堂弟。當然啦，呢個都涉及到後邊一啲問題，例如後來提婆達多想學神通嘅時候咧，因為嗰個係哥哥，所以阿難尊者教咗佢修神通嘅方法。當然後來亦都導致爭奪一啲問題啦，嗰啲咪按下不談啦。喺《華嚴經》隨疏演義抄提到，佢話阿難佛命為使者，當時佛陀命令阿難做使者嘅時候咧，阿難從佛請求3願，當時提出3個問題。嗱，呢啲要補充説明翻嘅。其實佛陀身邊一路都有使者，不過咧過去係輪流當使者。例如可能呢個星期係舍利弗當使者，下個禮拜可能係目犍連當使者，可能下個禮拜須菩提當使者，如是等輪流去做佛陀嘅使者㗎。咁因為當時佛陀都仲係比較係身體健壯啦，不過後來到咗佛陀個年齡亦都年長啦，去到50、60歲嘅時候咧，就需要有一位專門嘅使者去照顧佛陀。於是咧就想揾阿難作為佛陀嘅使者。咁當時阿難尊者就提出，如果佛陀能夠滿去3個願，佢先至願意當佛陀嘅使者。包括邊3個願呢？第一，不受佛故衣，即係咧佛陀嗰啲着嗰啲舊衫咧，佢就唔會去接受嘅。嗱，當然點解啊？點解佛陀故衣阿難唔願意接受啊？係咪因為唔中意着舊衫咧？因為供養得俾佛陀嘅衫都相當之珍貴，即使舊衫都好咧，都比一般出家眾都珍貴。佛陀唔想因為佢係作為使者，着得比其他人更加一啲珍貴嘅衣服啊，所以佢唔接受佛嘅故衣。二者不受佛別請。第二，同樣地啦，因為好多啲長者國王都會咧經常請佛陀去供養。咁如果佛陀去供養嘅時候咧，每次都係阿難尊者跟住嘅話咧，咁亦都佢變咗個待遇咧，就比其他佛嘅弟子咧就優越好多啦。所以佢話佢唔受佛嘅別請。咁當然阿難尊者會唔會跟住佛陀去應供咧？係會嘅，因為僧團有個規定，就係咧佢哋要順住嗰個僧臘一路去排隊咁樣去應供。例如今日可能係舍利弗去應供，咁聽日如果需要有人陪佛陀去應供咧，可能就輪到目犍連，之後可能輪到須菩提，可能輪到迦旃延咁諸如此類。咁跟翻一個次第去排住去咁樣應供咧，呢個就冇問題嘅。但係如果話因為佛陀去就唔跟住呢個咁嘅次第去應供，而係純粹因為作為佛嘅使者應供咧，阿難尊者就提出佢話唔接受呢個咁嘅做法，因為佢唔想做到好似咧與別不同咁樣，着又着得靚個人，食又食得好個人。因為出家眾基本上就係衣食兩方面咧係需要處理，其他嗰啲都唔係重要嘅東西。所以阿難尊者特別提出就係咧，衣方面唔
要佛嘅故衣，唔想着得比其他嘅佛嘅弟子係特別殊勝啲。食方面咧唔受別請，唔希望大家都托缽，佢咧就可以至少食一啲大富長者、一啲國王嘅嗰啲咁嘅供養嘅食物。除咗呢兩方面咧，阿難尊者提出最特別嘅地方，佢就話咧：所未聞法，更請重說。如來將入涅槃之時，更為安難重說。咁就第三樣提出就係咧，因為佛陀成佛嘅時候，阿難尊者剛剛出世，到阿難尊者出家嘅時候，起碼都當佢20歲啦，即係20年。佛陀所說嘅法咧，阿難尊者冇聽過。咁阿難尊者亦都希望對佛陀所說法有一個全盤嗰個咁嘅認知，所以要求佛陀咧就將佢阿難尊者未出家之前，乃至雖然佛陀已經出家，但係因時唔喺佛陀身邊，而佛陀說嘅法咧，都向阿難尊者講一次。咁如來即刻問佛啦，確實有咁樣做到。佢話咧，如來將入涅槃前，更為安難重說。所以咧，佛陀一生所說嘅法，喺佛陀入涅槃前咧，都全部同阿難尊者重新說過一次。呢亦都係導致後來喺七葉窟結集嘅時候咧，阿難尊者個地位咁重要，就因為佢係唯一一個能夠聽過佛陀一生說法嘅一個人。當然包括一半係佛陀故意向佢重說，一半就係咧喺現場聽佛陀開示嘅。呢有冇問題啊？有問題提出喎？冇。好，繼續。好啦，跟住提到佢話，於是學無學聲聞弟子2000人，皆從座起，偏袒右肩，到於佛前，一心合掌，瞻仰世尊，如阿難羅睺羅所願，佇立一面。嗱，當時唔單止因為阿難尊者作為佛嘅使者，羅睺羅作為佛嘅獨仔，而覺得佢哋如果能夠都獲得佛陀嘅受將來成佛之記呢，係大家嗰個心之所願。當時另外有2000個佛嘅弟子呢，都希望能夠得到佛陀嘅受記，於是大家都偏袒右肩，好禮貌咁樣去到佛前，一心合掌，希望佛陀能夠受佢哋菩提之記。好啦，咁喺呢度呢，亦都有啲補充說明啦。喺《法華緣論》提到，佢話一者小乘無勝劣，大乘有勝劣。提到乜嘢呢？我哋記得而家呢個係受學無學人記品第9，之前呢係受500弟子記，係嘛？500弟子受記品。嗱，咁點解要分開兩品嚟到說明呢？前邊受記係500個弟子，而家有受記2000個弟子，中間有乜嘢差異呢？咁所以《法華緣論》就提出一個對比啦。佢話因為弟子之中可以分開唔同嘅情況，例如有啲人喺小乘方面冇分別，喺大乘方面有差別。例如500人皆阿羅漢，故小無勝劣。500人轉次受記成佛，前後大有勝劣也。例如前邊講嘅500阿羅漢、500弟子受記品裏邊提到500人都將來受成佛之記，即係咧大家都係一樣啦，無勝劣之差別。但係咧佢哋成佛係咪同時成佛呢？不是啊嘛，佢哋同一個名號，不過咧就係轉次咁樣受記。下一尊佛成佛係嘛？大家記得之前提過啦。咁既然有前後差別，即係咧係有勝劣嘅分別啦。所以佢話小乘無勝劣，即係大家而家都係證阿羅漢果，冇分別，所以同時獲得受記。但係大乘有勝劣，將來圓滿菩提道嘅時間就有分別啦。你係圓滿三大阿僧祇劫先能夠成佛，你達到一生補趣先獲得受記噶嘛。所以點解佢哋唔係同時成佛，就證明咧佢哋喺大乘行方面，大家嗰個嘅努力係略有差別啦。呢第一者，第二者小有勝劣，大無勝劣。好，如2000學無學人是也。例如而家呢度提到嘅2000個學無學人，2000有學及無學，咁已經提出咗有個分野啦。有啲係學人，有啲係無學人。
即係咧已經係兩個層次啦，係咪？所以話少有勝劣。咁所以話2000有學及無學，故有勝劣。咁不過咧，當時佛陀授記咧就係呢2000個學無學人咧都係同時成佛，所以咧成佛係無有勝劣。嗱，呢度睇到兩個分別咯。剛才500阿羅漢係同時受記，而同500個阿羅漢都已經證咗阿羅漢果，所以冇分別。但係成佛時間不同，所以咧小無分別，大有勝劣。而家提到學無學人咧，就係話咧受記咧將來係同時成佛，所以咧大無勝劣。不過咧而家有啲係學人，有啲無學人，於是咧就少有勝劣。大家而家嗰個修證個果位係有不同。三者小劣大勝，如阿難得初果而先成佛。咁例如有啲人咧喺小乘方面係比較差啲嘅，但喺大乘方面咧就比較優勝啲。例如阿難尊者到依個時候，佢都只係證咗初果啫，仲未證二果三果咁遑論阿羅漢果。大家如果有時聽過啲佛教古仔都知道啦，阿難尊者喺佛陀入滅之後都仲未證阿羅漢果嘅。咁所以當時迦葉尊者要結集佛嘅教法嘅時候，就因為阿難尊者唔係阿羅漢，所以被擯出七葉窟噶嘛。咁亦都喺當晚，阿難尊者亦都係好努力咁樣，終於一夜之間證阿羅漢果，然之後以神通入去七葉窟參與結集嘅。所以呢個時候佛陀入滅嘅時候，尚且未證阿羅漢果，而家更加未證啦。所以而家從小乘嚟講，佢只係一個有學人，未曾證過，乃至只係一個初果聖人。不過呢，受記嘅時候呢，喺2000人之中，佢同羅睺羅係比較先成佛，所以話呢，小劣佢未證阿羅漢果，大勝佢比其他嘅學無人係早成佛。另外小勝大劣，如羅雲得羅漢後成佛，就係呢，羅睺羅比較早證到阿羅漢果，不過咧將來成佛咧會比阿難尊者乃至其他人可能會相對遲啲。呢度冇提到幾時啦，但係從呢個注所提到就係咧，羅睺羅就喺小乘方面佢係早證阿羅漢果，將來成佛就遲過其他人；而阿難尊者證阿羅漢果比較遲，但係將來成佛咧比其他人快。所以咧一個係小劣大勝，一個係小勝大劣。從呢度就將呢啲咁嘅聲聞弟子就分咗4種情況，亦都從中我哋睇到點解前邊講嘅係500弟子受記品，而家就係講受學無學人記品，兩者點樣分開嚟講？因為一者係小勝小無差別，大有勝劣；一者係小有差別，大無差別。所以兩種人咧就於是分開兩品嚟到幫佢哋受記。有問題啊？冇啊？記住有乜問題要出聲㗎，包括如果我對唔住個咪都提提我。好啦，跟住再睇落去咯。喺《法華緣論》繼續提到，佢話一者同是無學，得記有前後，如三根羅漢等。雖然大家都係無學人，無學人即係阿羅漢啦。咁但係呢，受記有前後，因為阿羅漢都有所謂劣根、中根、上根，所以呢上根阿羅漢自然係早成就，劣根阿羅漢下根阿羅漢遲成就，所以呢佢係受記有前後。二者同是無學，同時得記，如500羅漢就係前面嗰品啦。大家都已經證咗阿羅漢果，都係無學人，都同時得到佛陀一齊受記500羅漢，將來成佛。三者學無學不同而同時得記，就係而家2000人，有啲係有學人，有啲無學人，但係呢喺呢一品裏邊同時獲得佛陀受成佛之記。四者有舉無學不同，得記前後亦不同，如阿難、羅雲等，就係有啲人呢，佢哋而家修學程度唔同，將來成佛都有先後，所以亦都係從另一個度分開4種唔同嘅人。咁另外喺《法華經》據解提到，佢話42000人兼學無學，在1200無學之外。咁就特別提到就係呢，
我哋一般經常提到有1200比丘，係嘛？嗰1200比丘，我哋仲記得提啦，1250人皆是大阿羅漢，眾所知識，係指前邊嗰500乃至1200人。而家提到2000人呢，就唔係之前嗰品嗰1200個人。嗱，前面嗰品先受記500人噶嘛，跟住其實亦都知道其他700人都會同呢500一樣得到受記嘅，所以嗰度總共係受記1200人。咁亦都可以講就一般所講嘅常隨眾1250人。咁而家呢度提到呢，就係呢啲人之外嘅2000人。有問題啊？聽到有冇問題啊？冇。即係簡單嚟講，就係羅睺羅、阿難尊者呢啲都唔係1250比丘之中。記唔記得1250比丘咩人嚟㗎？1000個就係拜火教三迦葉同埋啲弟子，200個就係舍利弗、目犍連佢哋沙耶比丘嘅弟子，仲有50人就係頭先講咩？一個叫咩名咧？另外有一個居士子，佢就同埋佢50個朋友一齊出家嘅。嗰個邊個嚟㗎？有冇記得啊？50個係邊個長者子？一時諗未。總之就係呢1250個人裏邊呢，就未包括後來出生嘅阿難、羅睺羅呢啲之後出家嘅人物。好啦，繼續睇落去。喺嗱，剛才提過，一般我哋前面講係1250阿羅漢，或者提到前面再講阿羅漢。而家佢唔用阿羅漢喎，佢唔係話受阿羅漢記品，係咪查到啦？係耶捨長者子同埋佢50個嘅好朋友。有時所以有時一提一落就忘記咗啦。耶捨50個，所以加埋1250個，裏邊就冇包括到阿難陀啊、羅睺羅啊，乃至大迦葉都唔包括裏邊嘅，因為大迦葉係後來先至係跟住佛陀出家嘅。好啦，但係點解呢度提到學無學聲聞同阿羅漢有咩唔同呢？咁樣點解唔直接提係聲聞弟子或者阿羅漢弟子呢？因為原來喺佛嘅弟子之中有27種。嗱，我睇清經文先。呢段睇翻根本說一切有部離陀那木德迦呢一個律藏裏邊就提到關於學無學人嘅問題。佢話學及無學，學人差別有18種，無學之人有其9種，即係咧有18種有學聲聞，9種18種有學聲聞，9種無學聲聞，是謂福田。但呢啲都能夠作為世間福田，堪消密利，因為佢哋都係專心修行，都係可以接受眾生供養，令眾生得福。云何18種有學人？咁提到啦，係邊18種呢？為預流向、預流果、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嗱，呢度7種。嗱，記住呢度只係提到阿羅漢向啫，冇提到阿羅漢嘅，因為阿羅漢向都仲係有學人，阿羅漢就係無學人。隨信行、隨法行、信解、見智、家家、一間、中、生、有、行、無行、上流。嗱，所以係咪18種？數冇到啊？係咪18種啊？數多次啊！嗱，
齊唔齊啊？數冇得齊啊？再數過啊！嗱，這數啊，預留香一啦，預留果二，一來香三，一來果四，不還香五，不還果六，阿羅漢香七，係嘛？隨信行八，隨法行九，信解十，見智11，加加12，一間13，中14，生15，有16，行17，無行18。18上流多咗個喎，即係應該隨信行同隨法行兩個唔計，咁即係17減咗兩個17。咁但係點解數來數去一係19一係18呢？因為加加有兩個，有2加加3加加啊，咁即係18個啊。再嚟個嗱，前面7個啦，去到阿羅漢係咪7個？隨信行隨法行唔計，信解第8，見智第9，2加加第10，3加加11，一間12，中13，生14，有15，行16，無行17，上流18。今日18個，跟唔跟到啊？有啲難記啊，知道先啦。所以呢個就係所謂18有學人。何等名為9種無學呢？即退法、施法、護法、住法、堪達法、不動法、不退法、為解脫、俱解脫，是名為9。嗱，呢個要數啲啦，9個係嘛？所以夾埋有18種有學人，9種無學人。啱數未？我好耐之前講過啦，亦都好耐冇再講㗎啦。關於呢27種有學無學。OK 咯，當然啦，如果咁樣實唔嘅，再睇落去啦。喺大智度論提過，佢話頓根者名隨信行，是人初依信力故得道，名為隨信行；利根者名隨法行，是人分別諸法故得道，是名隨法行。即係呢，頓根聲聞就係隨信行，佢哋純粹你講乜嘢，佢信乜嘢，依教奉行而得道。所以叫做隨信行。利根嘅佢係會做到所謂依法不依人，你講咗佢會自己去思考，從而分別諸法而能夠得到，所以叫做隨法行。所以隨信行依人，隨法行依法。OK 啊？諸頓根者先名隨信行，今名信解；諸利根者先名隨法行，今名見智。所以隨信行嘅人，佢有所成就呢，就叫做信解；隨法行嘅行者有所成就叫做見智。因為隨信行嘅行人，佢因為信受佢嘅師長所教導，從而得解，稱為信解。而隨法行呢，就有聽聞法之後，經過自己思考而有所見解，而有所得着，稱為見智。OK 咯。OK 下版噶啦。佢有問題提出啦，因為呢度成18個都幾複雜下嘅，不過明咗就唔複雜噶啦。好啦，跟住提到加加，剛才提過有2加加3加加。佢加加以斷欲界前3品或4品結，因為我哋知道欲界嘅思惑總共有81，唔係思惑總共有81品，其中欲界有9品。咁裏邊如果斷咗欲界前邊嘅3品或者4品嘅見惑呢，嘅思惑呢，就稱為加加。其中之後啦，如果去到一來，即係一來果呢，就以斷欲界前6品結同埋思惑啦。一間以斷欲界前7品或者8品結惑，呢個就係一間，即係呢個分開咗啦。何謂加加？何謂一來？何謂一間？一來即係邊個啊？點解一來即係乜嘢人啊？唔係入流就入流，一來係二果，記唔記得啊？初果係預流果，須陀洹；
二果係一來果斯陀含，三果係不還果阿那含，四果係阿羅漢啊嘛。所以呢個一來者就係指一來果嘅聖人，所以佢屬於二果聖人。所以呢度你都睇到啦，即係斷咗前六品惑咧，就係成為二果斯陀含。咁未斷夠六品嗰啲就叫做加加，斷超過六品咧就叫一間，係嘛？簡單咁分到啦，加加一來同埋一間嘅關係。咁另外喺阿毗達摩大毗婆三論就提到，佢話加加是預流差別，一間是一來差別。進一步講啦，即係咧你證咗預流果之後，未證一來果中間作為一個區別，就稱為加加。你證咗一來果，未證不還果，中間嗰就叫一間。加加有二種，為生二加三加別故。剛才提過啦，所以二加加三加加。何謂二加加？何謂三加加呢？嗱，前面提過加加已斷欲界前三品或四品惑，記得係咪？上面提過，所以佢話生二加者為斷欲界前四品結，如有欲界而有種子；生三加者為斷欲界前三品結，如有欲界三有種子。呢個就兩個分別啦。即係如果佢斷咗欲界前二品結，仲有二品未斷呢，就叫做咪斷咗三品結，仲有三品未斷呢，就叫做三加加。如果斷咗四品結，仲有兩品未斷呢，就叫二加加。O K 啊？簡單咁分啦，跟住再睇落啦喎。好啦，剛才提過欲界有九品嘅消惑煩惱，呢九品點分呢？根據《華嚴經隨疏演義抄》就話九品惑能盡七生，所以我哋知道初果聖人就係再有七番生死啊嘛，就證阿羅漢果，就係同呢度出啦。就係九品惑能夠盡七生，斷咗見惑之後呢，開始斷思惑呢，大概要經過七期嘅生死。且上品惑能盡兩生，即係上品嘅惑呢，會令到人來回流轉生死兩次。上中上下中上各潤一生，呢啲每一惑呢就會令到佢多一期生命。嗱，掉翻轉嚟講，就係話呢，如果你要斷上品惑，你需要幾長時間呢？兩生嘅時間。要斷中上中下中上上下中上咧，各需要一生嘅時間，可以咁樣去理解。中下合潤一生，即係用一生時間可以同時斷咗中同中下品嘅惑。下三品惑共潤一生，咁咧如果係剩低嘅下上下中下咧，就一生時間就能夠斷晒啦。呢個就夾埋就需要七生嘅時間。咁至於從上品到下品之間係點樣斷法嘅呢？咁就喺四分律疏釋中二記就提到，先斷上以最粗故，所以上不壞最粗重嘅，所以通常先斷咗呢度，起下道即能斷之，即係好容易不費力就斷得到啦。下道唔需要好努力。次第乃至斷六品盡，名斯陀含。所以你從上品開始一路斷落去呢，斷咗六品，或者咧就達到二果斯陀含果嘅果位啦。次第乃至斷下品，起上道，越下品嘅話咧，就要用越精勤嘅努力，所以要用比較精勤先能夠斷到下品惑。九品惑都盡，先能夠斷盡九品嘅煩惱。喺呢度講咗啦，即係呢兩段經文兩段注疏分別提咗如何從七生斷九惑，同埋咧斷嘅先後次序，就係先從上品兩生斷上品惑，跟住三生各斷一品惑，跟住咧用一生再斷兩品惑，跟住一生再斷三品惑，加埋七生斷九品惑，其中就從上品斷到下品。O 唔 OK 啊？唔係複雜咗？有冇問題啊？有問題可以提出嚟問㗎。
好啊，繼續。嗱，所以你睇咗個表啦，大概你睇到就當一個人從預流向去到正預流果咧，佢就斷咗見惑，跟住咧佢就仲有七番生死，就能夠出嚟生死輪迴啦。於是佢斷咗經過兩生斷咗上品惑，咁跟住咧就剩翻五番生死，咁咧就經過一生斷咗上中品惑，呢個時候就叫做加加，加加就剩翻四生，跟住喺呢個時候就斷上下品惑，跟住叫做而家剩翻三生，就斷埋中上品惑，咁啊剩翻兩生。於是咧就喺兩生裏邊就分別斷中中品同中下品。咁未斷中中品之前叫一來向，斷咗中下品咧就叫一來果，就剩翻一期生死。於是咧再用一生去斷下上品、下中品同下品。當佢斷咗下上品就叫做一間，斷埋下中品叫做不來向，斷埋下品咧就叫不來果，就離開欲界。大概嗰個關係就咁樣啦。OK 啊，所以由呢度睇到大概二加三加一來向、一來果、一間不來向、不來果之間嘅關係咁樣。嗱，當然呢度係有少少簡化咗嘅，因為所謂七生離開欲界咧，呢個係粗略說。有啲嘅比較利嘅人咧，未必係咁樣七生斷生死，可能比快啲嘅。亦都有啲比較鈍根咧，唔止七生嘅，不過粗略就係咁樣。所以如果一個人佢直接由預流果一生證到一來向嘅話咧，中間就冇咗二加三加。如果佢從一來果直接證到不來果咧，中間就冇咗一間。要如是者說明，即係如果中間有一生，佢已經超過咗之前嘅果位嘅，但未達到後邊咧，就中間就多咗二加三加一間呢咁樣嘅區別，讓人知道大概佢證嘅程度去到邊度，斷煩惱斷到邊度而已。O 唔 OK 啊？所以咧就你對翻九品煩惱就知道點解有唔同嘅名係以知識別。否則嘅話咧，你到底一個人斷咗上下品同斷咗上中品，好，如果同一個名咧就撈亂啦，所以分開啦。斷咗上下品嘅就叫做三加，斷咗上中品叫做中上品，就叫二加，諸如此類，咁樣就比較清晰。OK 啊？OK，下一個啦。好啦，若比丘收集此七果分，多收集已，當得七果。咁就係咧，如果佢哋收曾七果分，八正道，如是者依37道品修行咧，佢從中就能夠得到七種嘅果位，即係咧會從阿羅漢向證入阿羅漢果。嗱，記住呢度我畫個表咧，阿羅漢唔係話阿羅漢分七種，而係從阿羅漢咧可以經七種情況進入阿羅漢果，因為能夠再涅槃就已經係阿羅漢啦嘛。嗰個就唔係阿羅漢啦。好，呢七種係咩咧？佢話為現法智有餘涅槃及命終時，若不與者，即係呢兩種咯。一種就係現法智有餘涅槃，一種係命終。若不與者，如果唔係咧，五下分結盡得中般涅槃；若不與者得生般涅槃；若不與者得無行般涅槃；若不與者得有行般涅槃；若不與者得上流般涅槃。知唔知講咩啊？唔知，一頭霧水。就係咧，有啲人從阿羅漢向現生證阿羅漢果，呢個時候仲有色身在，於是咧佢就喺一個叫做有餘依涅槃裏邊，係嘛？我哋成日咪睇過有餘無涅槃、無餘涅槃噶嘛，就係呢種啦。喺現生證未入涅未捨報已經證阿羅漢果嘅，就叫做現法智有餘涅槃。喺去到捨報嘅時候，灰身滅智，可能現18種神變啊，諸如此類咁樣咧，離開三界嘅命終入證阿羅漢果就叫做命終般涅槃。捨報同時從有餘涅槃進入無餘涅槃。嗱，呢兩就比較常我哋所認知嘅。當提到四種涅槃嘅時候，
有餘涅槃、無餘涅槃啦，就講呢兩種情況噶嘛。咁其實如果再細分嘅話咧，就唔單止咁樣，係有7種情況。邊7種情況咧？嗱，前面2種係不經中陰嘅，不經中陰身嘅，即係成今生報盡就進入涅槃。一啲就以先進入涅槃，再入滅就係有餘涅槃；一啲就報盡就進入涅槃，就係無餘涅槃，即係命終般涅槃。咁但係如果你命終之後仲未能夠進入般涅槃咧，有幾種情況啦。一叫做中般涅槃。咩叫中般涅槃咧？就話你已經捨報進入中陰身嘅階段，喺嗰個時候進入涅槃。好啦，咁如果佢中陰身都唔能夠進入涅槃咧，即係唔正安樂講咧，就要再下一步啦。嗱，中陰身為乜㗎？尋找下一期生嗰個輪迴啊嘛。所以如果中陰身唔能涅槃咧，就會投生到下一生。不過咧，一出生嘅時候進入般涅槃，呢個就生般涅槃。一投生即時般涅槃，即係等於冇來生。好啦，如果佢出世時候都唔般涅槃咧，有下期生命嘅咯，咁未涅槃啦嘛。於是就有所謂無行般涅槃。咩叫無行般涅槃咧？就係咧，佢出世之後唔需要修行嘅，自自然無功用道進入涅槃。但係再遲啲嗰啲咧就係有行般涅槃，即係點啊？佢下一生仲要用功修行，然之後先至般涅槃。好啦，如果有行般涅槃都未得咧，即係下一生生命結束都仲未能夠進入般涅槃咧，就會點咧？就叫上流般涅槃，生到上一界繼續去修行，直至般涅槃。嗱，我哋知道有上5淨居天噶嘛。如果一個人證咗阿羅漢果，佢已經係不還果啦嘛。所以不還果嘅聖人捨報之後，會唔會翻嚟欲界啊？唔會翻嚟欲界噶啦。佢哋所生就生到5淨居裏邊。嗰就睇幾種情況。一種就係咧，未出世，未生到5淨居天就係涅槃；有啲一出世，一出世就般涅槃；有啲出世即係5淨居天唔使修行嘅，自然就進入涅槃嘅。有啲就喺裏邊仲要好好修行啊，打坐之類咁樣先進入般涅槃嘅。有啲就咧喺裏邊一期生命結束仲未能般涅槃。不過咧，因為5淨居有5重天啊嘛，裏邊就係咧，你可能喺一重天裏邊，你嗰個天福盡啦，咁但係你仲未般涅槃。不過你呢段時間用功係咪嗰個福位都增長咗？就可能去另一重天裏邊，咁樣喺5淨居天裏邊咧，最終能夠成就涅槃。所以分開5種，中般涅槃喺中陰身般涅槃，生般涅槃一出世般涅槃，無行般涅槃出世之後自然般涅槃，有行般涅槃出世之後仲要修行先般涅槃，上流般涅槃出世之後咧，經過一生修行都仲未涅槃，就係5種啦。OK 啊？所以呢啲都係屬於咩啊？喺未涅槃之前仲係阿羅漢相，入咗涅槃咧就成阿羅漢果啦。所以你睇翻長河就明白佢點解若不遇者有不遇者咧，咁就係咁解啦。加埋就知7種嘅果。OK 啦，好，下一版。好啦，剛才講咗就係啲有學位嘅18種，咁跟住提到無學位有9種。邊9種呢？佢話無學9種： 1. 退法， 2. 不退法， 3. 施法， 4. 守法， 5. 住法， 6. 能進法， 7. 不動法， 8. 為解脫， 9. 俱解脫，分為10種。呢啲已經係達到阿羅漢境位嘅，所以屬於無學位。好啦，云何退法？遠志遠精進，即係咧呢啲人雖然證咗阿羅漢咧，又會退心嘅，有進有退嘅。5退具，中行退道果，是謂退法。如果有5種情況咧，佢就會退失呢個阿羅漢果嘅。2云不退法，利志勤精進。5退具中不行不退道果，是謂不退法。即係咧，阿羅漢證咗阿羅漢果之後，仲未進入涅槃之前，中間嗰段有餘涅槃嗰段階段裏邊咧，有啲會進進退退嘅，有啲係不退嘅。個關鍵喺邊度啊？所謂5退具中，何謂5退具啊？唔知，所以要查咯。
五退具者，根據釋淨土群疑論，根據阿彌陀佛經所啦。所謂五退具者：一、長病；二、遠行；三、常重雜經業；四、常營事務；五、行和僧眾。此五因緣令心勞倦，是名五退具。就係如果我哋因為一個阿羅漢，佢仲有個業噶嘛，未進無呢本事，我仲有今生個業要受嘅。因為業力令到佢長期處於病患之中嘅，佢可能會退心。一係咧就佢因為經常遠行勞碌，所以咧唔能夠親近善知識，會退心。第三種咧就佢將時間擺咗喺啲重雜啊經懺方面咧，亦都會令退心。第四隻咧就太多雜務處理。第五咧就經常同啲冤家債主相遇，有種種爭執。呢五種都會令到佢咧身心疲倦，而退失嗰個嘅成就阿羅漢個心。好啦，啟釋淨土群疑論咧，亦都有再説明啦。佢話退法、施法、護法、住法、堪達法，學無學聖人，雖是頓根，俱合名退轉。就係咧呢五種人咧，雖都係屬於頓根嘅，都係會退轉嘅。點解啊？若生人中逢五退具，所謂長病、遠行和僧事雜眾等五退具，就係遇到五種情況就有佢退心啦。包括長期病患啦、遠行啦，為咗同人有爭執嗰時候，跟住處理爭執問題啦，要顧住忙住處理僧眾事務啦，一味顧住喺度重雜啲經懺啦，呢啲都會令到佢可能會有退心。雖得聖道斷除煩惱，逢此退緣，還復退轉，起諸煩惱。若生天上無五退緣。嗱，雖然佢所剛才提過啦，呢度講緊係咩啊？係嗰啲有餘涅槃嘅阿羅漢，即係佢今生仲有煩惱業嚟影響佢。如果呢啲人咧遇到呢五種因緣，都有機會退失。不過咧係專指人間，因為點解啊？佢話講明嘅，如果逢此退緣，還復退轉，起諸煩惱，仲會生煩惱。因為阿羅漢冇煩惱噶啦嘛，但係你退翻轉人又驚生煩惱啦。不過咧，只係喺欲界、人間會有。若生天上無五退緣，如果你生到天上邊喺五淨居天咧，就唔會遇到呢五種嘅退心嘅因緣嘅。O 唔 OK 啊？OK，下班冇問題啊。好啦，咩叫施法咧？佢話遠志遠精進，勤觀身不淨可護，思惟自滅身是施法。即係咧，有啲人如果佢本身唔用功，唔去思維法義嘅話咧，佢會退。如果佢能夠思維法咧，就會不退。例如啲人佢要經常能夠修37道品，從觀身不淨咁樣落去觀我哋呢個身心，令到我哋唔會退翻轉頭。呢個施法。意云守法，遠志勤精進，自守身是守法。第二種人咧，佢就唔需要經常提醒自己嘅，只要佢自己提住唔好犯過失就得噶啦。咁佢就唔會因為咁樣嘅業力令到佢退轉啦。云何住法？中志中精進，中道行不增減是住法，能夠安住其中，慢慢咁樣一路咁樣，最終成就得到進入無餘涅槃嘅。所以呢個住法者點啊？佢唔需要成日提住自己嘅，亦都唔需要話哎呀我用功咁樣嘅。嗱，前邊第一種施法嗰種咧就成日唔記得嘅，所以要經常提翻自己嘅。第二種咧就會記得，不過咧要努力嘅。第三種佢唔需要刻意去努力嘅，自然咁樣咧，佢就保持咗中道行，就能夠最終達到無餘涅槃。云何能進法？少利至勤精進，能得不動善，是能進法。佢只要肯努力嘅話咧，佢能夠同有進進退退到為冇進進退退。所以跟住提到啦，云何不動法咧？利根大勤精進，先時得不動善，是不動法。即係呢個不動唔係唔喐，係即係不退轉，能夠做到不退轉為之不動法。O唔 OK 啊？所以不動唔係唔喐啊，佢一路都向緊呢個淨阿郎嗰個方向係邁進緊，就唔會退咗翻轉頭，冇嘢動嘢到去嘅。云何為解脫不得滅盡定？是為解脫。云何俱解脫能得滅盡定？是
俱解脫。所以呢度要注意啦，為解脫者純粹同嗰個義理方面能夠正入而得到解脫。俱解脫呢，唔單止有個觀，仲有個止，能夠安住禪定之中，能夠得到滅盡定。所以俱解脫就係定慧雙修而成就。為解脫呢，可能係偏重於智慧方面，係對於修定方面係比較冇咁用功嘅，就為之為解脫。嗱，不過都提翻啦，即使話佢冇用功都好呢，我哋知道南傳或者原始佛教嘅修行呢，都一定打坐嘅，揸住佢打坐嗰個用功時間，同埋個專注度嗰個長短而已。唔會話呢為解脫就唔打坐嘅，兩者打坐。不過因為係為解脫俱阿羅漢呢，佢未必有神通，因為佢未必證到四禪嘅，但係佢可以喺定中修觀有所體會。而俱解脫阿羅漢呢，係止觀雙運，所以能夠證到四禪，能夠有可能引發神通嘅，呢個兩者分別。呢都一個幾得意嘅問題嚟嘅。曾經有人提出就係呢：如果有個人係阿羅漢，你叫佢示神通啦，咁樣就證明係咪阿羅漢啦？嗱，其實同呢講明呢，唔得嘅，因為如果個為解脫阿羅漢呢，都係阿羅漢，不過佢唔能夠現神通嘅。俱解脫阿羅漢先能夠現神通嘅啫，亦都唔好用神通作為判斷對方個修行境界，因為好多外道佢都能夠有神通，乃至我睇下佛教裏邊嘅提婆達多都有神通，係咪？因為佢專門走呢方向啊嘛。修法叫做求人得人。如果你本身想追求呢樣嘢嘅話呢，總有方法讓你得到成就。不過問題點解我哋唔追求？因為嗰啲係與生死無關，神通不敵業力。即使你追求神通，如果你唔能夠出嚟生死，唔懂得從個因果方面去修行嘅話，最終都係業力牽引。所以我哋知道達木結連最終都係俾外道亂石掟死嘅，係嘛？我哋知道呢個事情，因為當然以達木連嗰個修行，佢可以以神通力離開。不過當時亦都明白到呢個係過生所做嘅業，應受果報。如果我而家唔受，將來都要受嘅。咁反正我而家都對呢個世間都冇執着，我又何必為咗貪兩色身而唔能夠同呢啲冤家就係解咗釋嘅呢？咁所以就任佢哋啦，用石頭掟，跟住受傷，咁跟住之後呢，就藉因緣就灰身滅智。入嚟今日呢個目犍連尊者嗰個捨報嗰個嘅因緣嚟噶嘛。所以唔好貪求神通，神通唔能夠讓我解脫生死輪迴。乃至亦都掉翻轉嚟講，唔好以神通判斷一個人佢係咪一個有成就嘅人。有時今時今日末法時代，好多人以神通嚟到睇一個生人。某啲嘅佛法外道標榜某種神通嘅時候呢，例如佢能夠望望你就知生咩病啊，能夠講出你心嘅意思啊，咁樣，哇！你覺得哇呢個人有咩有功夫，咁就呢跟住佢走。但其實唔等於呢人真係能夠引導你能夠從生死出嚟，引導你有正知正見嘅，要搞得清楚呢樣嘢。神通同埋能唔能夠斷除我執係兩回事嚟嘅。能夠斷除個我執，正嗰兩個未必有神通。有我執有神通，就係成為一個嘅外道，即係個普通修行人。嗱，記住啊，外道唔係貶低佢哋，外道只係心外求法者。好啦，佢話亦都提到佢話呢，隨法行一種阿羅漢利根，是名不時解脫。前面先，佢話隨信行五種阿羅漢名時解脫，是諸阿羅漢意志滅智無學直言。就係呢，隨信行嘅阿羅呢，會跟住一步一步咁樣循序漸進得到解脫。隨法行一種阿羅漢利根，是名不時解脫，是阿羅漢三智滅智無生智無學直見。隨法阿羅漢呢，就唔係咁樣一步一步咁樣先得到解脫嘅。何謂二智三智呢？二智者就係前面提過嘅隨信行阿羅漢，二智就係滅智同埋無學直見。隨法行嘅阿羅漢三智呢，就係滅智無生智同埋無學直見。呢度仲有一個參考資料啦，咪提咗噶嘛，係嘛？二智者就係指滅智無學直見，三智就係指滅智無學直見加多個無生智。
OK 啊？OK 就下一版㗎啦。好啦，頭先就簡單介紹翻或者溫翻啦，何謂學無學人啦？18種有學，9種冇學，就係頭先略略介紹過啦。咁跟住繼續睇翻經文咯。經文提到，好啦，於是佛告阿難：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即係咧，佛陀就為阿難尊者授記，話佢將來成佛，個佛號叫做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嗱，後邊嗰10號就係佛嘅通號啦，唔需要特別解釋啦。何謂山海慧自在通王呢？咁我哋睇翻注疏啦，即係一啲嘅大德嘅注解。喺《法華經大竅》提到，佢話佛號山海慧自在通王者，山表不動實智，海表應世權智。即係咧，點解叫山海慧啊？即係佢能山慧就係實智，海慧就係權智。山慧就係證到根本智，海慧就係咧後得智度眾生嘅權智。突然不動，故曰自在。佢即能夠不動就不動，呢個為之係自在。吞吐眾流，故曰通。所以自在係對山，通就係對海，係嘛？山慧自在，能不動即可以不動，不動者不為所對境，嚟到干擾，令到佢產生妄想、產生煩惱，做種種業。而海慧就係指通，因為佢能夠以種種法去利益眾生，所以就吞吐眾流，故曰通。即係能夠以權智，能夠以實智，不為境所動，能夠以權智利益眾生，所以稱為山海慧自在通王。O 唔 OK 啊？嗱，呢個係一家嘅説法。咁另外喺《法華經疏二讚》提到啦，佢話山海慧自在通王者，當聞之報，即實而權之慧，高如山也；即權而實之慧，深如海也。嗱，呢度佢嘅解法同前邊唔同啦。前邊好清楚，山慧就係實慧實智，海慧就係權智啊嘛，係嘛？兩者咁樣用權實嚟到對分。而喺二讚呢，就將兩者係融通。佢話即實而權就係山，即權而實就係海。嗱，即實而權即係屬於權智定實智啊？係不離實智嘅權智。即權而實呢，亦都係不離權智嘅實智。咁如果單單睇前邊講嘛，即實就如山啊嘛，即權就如海啊嘛。不過呢就變成咧，即實而權係山，即權而實而海，所以兩者咧同前邊就有少少嗰個意義係不相同嘅。嗱，呢啲我都提過啦。每一位著作大德根據上文下理，根據佢對佛法嘅認知咧，對同一個名相可以有唔同表達。重點係咧，佛陀冇喺經典裏邊解釋呢個佛嘅名稱，所以呢啲都係後來注經大德嘅一個根據上文下理所推測出嚟。所以我哋唔可以講啊邊個解釋先啱，邊個解釋先錯嘅，除非佛經裏邊佛陀親自解釋啊。不過既然佢能夠有個解釋，能夠自圓其說，能夠貫通上下文咧，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好啦，佢權實即非權非實，而權而實，名曰自在通王。所以佢話權而能夠非權非實，實而能夠非權非實，呢個為之自在咯。權而能夠以權而實，實而能夠以權而實，亦都為之自在咯。所以就係自通嘅意思就係咧，係權實之間能夠融通，能夠叫做圓滿圓融，為之係自在通。O 唔 OK 啊？OK，咁啊再睇《法華經要解》咯。
有一個解法啦。佢話山海為自在通往者，高莫與於山，深莫進於海。佢話呢個世間上最高係咩？山咯。尤其是我哋講娑婆世界最高咩？須彌山。最深嘅海咯。所以咧，用山比喻高，用海比喻深。阿難宿持法藏，多聞博達，智慧等之，於諸法中得大通達，自在如王，故得果以因為號。所以佢就因為阿難出隻因地嘅時候，能夠深入經藏，能夠博學多聞，所以智慧亦都高如山，深如海。於是咧就稱佢話山海慧，而佢亦都能夠喺諸法之中能夠融會貫通，得大通達，所以稱為自在王。所以因為佢因地嘅時候以多聞而能夠成就，所以喺果德方面咧就得果以因為號，所以稱為山海自在通王。當供多佛護持法藏，然後成佛，蓋其本願也。所以阿難尊者亦都唔係單單係做釋迦牟尼佛使者，亦都將來係供養親近無量諸法，先至能夠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亦都係如嗰隻本願。其實唔單止阿難尊者噶啦，任何一尊佛都一定經過親近無量諸佛修福修慧，然之後能夠得到成就嘅。好啦，再睇落咯。睇先，呢睇到上邊先。跟住佢提到啦，佢話當供養62億諸佛護持法藏，然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個冇乜特別啦，即係提佢每尊佛嘅將來嗰個因緣唔同。阿難尊者就要將來仲要供養62億諸佛，教化20千萬億恒河沙諸菩薩等，令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阿難尊者成佛之後，成為山海或者通王如來咧，佢能夠化度嘅眾生咧就有2萬萬億恒河沙，20千係2萬啦，係咪？所以2萬萬億恒河沙嘅眾生能夠成為菩薩。嗱，點解直接話佢係教化2萬萬菩薩咧？因為將來阿難尊者成佛一樣會説一佛成嘅法。從一佛成嘅法，從妙法蓮華經講咧，眾生皆當成佛，皆當成為菩薩。所以咧，即係話咧，阿難尊者所發嘅就係呢2萬萬億恒河沙數嘅眾生啦。好啦，跟住提到國名常立聖梵，其土清淨，琉璃為地，劫名妙音遍滿。即係話咧，通常會提到一尊佛叫咩名，跟住咧佢所在嘅嗰個佛土叫咩名，佢所處嘅時段係邊個時間。所以阿難尊者將來成為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嘅時候咧，佢所處嘅淨土叫做常立聖藏，常立聖梵，呢個咁嘅淨土。而佢所處嗰個劫咧，個大劫咧就叫做妙音遍滿劫，即係我哋而家所說叫做賢劫，將來叫做星宿劫，過嚟叫做莊嚴劫。而阿難尊者成佛嗰陣時，嗰就叫做妙音遍滿劫。其佛壽命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劫，壽命相當長。若人於千萬億無量阿僧祇劫中算數校計不能得知，所以佢哋計唔到咁長命嘅。嗱，相對翻偈頌咧就話啦，其國土清淨，名常立聖梵，教化諸菩薩，其數如恒沙。佛有大威德，名聞滿十方，壽命無有量，以憫眾生故。係嘛？呢段偈頌對應翻長行就唔需要解釋啦，意思一樣嘅。跟住長行提到正法住世，倍於壽命，像法住世，復倍正法。即係話咧，將來呢尊佛嘅壽命係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劫，而佢成佛之後咧，正法住世咧會係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劫嘅1倍。然之後咧，正法沒進入像法時代咧，又比正法又長多1倍。阿難是山海慧自在通王佛，
為十方無量千萬億恒河沙等諸佛如來所共讚歎，稱其功德，亦都呢尊佛嘅功德好大，所以得到呢無量諸佛所稱讚。不過其實尊佛都係互相讚歎㗎啦。喺解頌提到啦，佢話正法倍壽命，像法復倍時，所以記住啊，壽命咁長，正法多一倍，像法又再多一倍。如恒河沙等無數諸眾生，於此佛法中種佛道因緣，於是喺呢時間裏邊，令到無數嘅眾生因為沙兩位自在通往如來而能夠種咗修學佛法之因。好啦，咁喺華嚴經嘅隨所演繹抄都提到啦，佢話沙兩位自在通往佛壽命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劫，正法住世亦倍壽命，像法住世復倍正法，則正法異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劫，像法亦如嗱。呢當然有啲係講咗底冇講啦，因為佢原本講咗呢度第三問題咗呢，佛嘅壽命係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劫啊嘛，於是佢話呢，多一倍即係變咗異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劫。如果再像法多一倍，四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劫啊。不過既然注疏咁樣提，我哋都可以用佢嚟再提一提，個意思就咁樣而已。總之誠意再誠意。OK， 有冇問題啊？冇問題。問題繼續睇落。於是會中新發意菩薩8000人，咸作是念：我等尚不聞諸大菩薩得如是記，有何因緣而諸聲聞得如是決？呢啲當然有啲嗱，叫做呢係新發意菩薩，呢啲唔係聲聞人，佢哋都發咗菩提心嘅。於是覺得好奇怪啦，佢點解佛陀不斷同啲聲聞弟子受成佛記，而唔係同啲菩薩受菩薩記嘅？係嘛？佢有啲奇怪嘅地方，所以佢哋就咁諗啦。於是世尊諸之菩薩心之所念而告之曰：於是佛陀告訴佢哋啦，諸善男子，我與阿難等於空王佛所，同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佢話你哋雖然發咗菩提心，好似覺得呢啲係聲聞人未發菩提心，其實啦，佢哋早已經發咗菩提心。例如阿難尊者喺空王佛所已經同我一齊發咗無上正等正覺之心。不過呢，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不過阿難呢就得個講字，聞而不修。我就好精進咁修行。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難護持我法，亦護將來諸法藏。所以而家我就成就無上正覺啦。不過阿難尊者因為佢只係好樂多聞啫，佢實修唔多，所以佢呢就只能夠嚟到護持我嘅佛法，亦都因為唔係咁快能夠成法，所以佢呢要將來護持將來諸佛，教化成就諸菩薩眾，而從中去引導眾生發菩提心。呢個係其本願如是，故獲斯記。所以其實阿難尊者早已經係內備菩薩行，佢個心願就係善一個聲聞眾去護持佛法，亦都教化菩薩。呢個係個本願如是啊，所以佢表面上係聲聞，其實佢有一個久修九度眾生嘅一個菩薩嚟噶啦。好，咁跟住我哋睇翻啦，喺法華義所提到，佢話空王佛者，空王係佛邊尊嚟嘅呢？咁佢話畢竟空是諸空中之王，佢話空中嘅王者係畢竟空，故智度論云：性空菩薩所行，畢竟空是佛所行，即係咧能夠明白到諸法無自性空，呢個係菩薩啫。而佛係能夠證入畢竟空，性空同畢竟空兩個唔同層次啦。釋迦阿難同以畢竟空為本，固然居於空王佛所發菩提心。所以其實無論釋迦牟尼佛、無論阿難尊者都好咧，佢哋所發嗰個嘅菩提願咧，係屬於係畢竟空，而唔係性空。所以就話佢哋居於空王所發菩提心，好唔好嘅啊？所以呢個從一個嗰形狀法講，大家同
時都係以不淨空為本，所以稱為係空王所。喺《楞嚴經》直子就提到啦，佢話世尊常云：我與阿難於空王所發菩提心，阿難常學樂多聞，而我常勤精進，故知空聞不如實證也。嗱，呢度就係借題發揮啦。佢就提到，因為兩人係同時發心，而家釋迦牟尼已經成佛，阿難尊者仲係一個多聞嘅乃至未證果嘅一個嘅聲聞弟子。就說明咗，雖然大家都好努力，如果你係一味只係追求多聞嘅話呢，你就不及勤勤力力咁樣實修實證。所以呢，上行精進者已經成就無上正因果，多聞者仲係一個乃至係未到阿羅漢果之前嘅一個聖者咁嘅修行，兩者就如天壤之別。所以說明咗呢，我哋與其一味喺文字方面用功夫，不如呢行得一寸得一寸，不如實證。好啦，呢度順便都剩翻幾分鐘提一提啦。何謂不淨空同埋性空呢？一般我哋喺提到嘅叫做緣起性空，係嘛？即係呢，我哋明白一切法個自性空，因為佢哋都係因緣所成，所以佢冇自性，冇實體可得。呢個就係所謂性空。咁但係不淨空係咩啊？就係我經常所講嘅空亦復空。單單空係唔夠。點解啊？當你提空嘅時候，有冇語言啊？空係咪語言嚟㗎？有冇概念啊？一個乜都冇嘅地方係嘛？嗱，所以呢個未叫不淨空。不淨空即係連呢個空都不存在，為之不淨空。係唯有佛先能夠證入呢個不淨空，菩薩只能證到一個係離開生滅嘅一個所謂空嘅所對境裏邊。所以我經常提噶嘛，菩薩尚有分段生，唔係菩薩尚有變異生死，因為佢仲係有個空可得。只有佛先離開變異生死，因為從佛角度嚟講，連空都唔存在。兩者分別喺度。有時候叫空亦復空就指呢方面啦，連個空都要放低埋，唔好執著有個空可得。一有空可得呢，空就變成你個所對境嚟㗎。嗰個就只係叫做性空啫，嗰個唔係不淨空，嗰個只係聲聞人乃至菩薩嘅境界，唔係佛嘅境界。好啦，好多有冇問題啊？我睇下版咩先啦。下版講第二樣嘢㗎啦。好，有問題？咁啲版嚟嘅啫，我未轉到啊，我哋偷睇嘅啫。仲有幾分鐘？有問題？冇，係啊，唔係問題啊。咁我冇問題，睇多一版啦。阿難面於佛前，自聞受記及國土莊嚴，所願具足，心大歡喜，得未曾有。即時憶念無量過去無量千萬億諸佛法藏，通達無礙。如今所聞，亦悉本願。嗱，當然啦，當時佛陀受記阿難陀成為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呢，佛陀呢個時候，阿難尊者唔係單單咁你願我將來成佛咁簡單，因為佛陀個加持力㗎。所以當阿難尊者得到受記嘅時候呢，佢能夠憶翻去個本願，憶念翻去過去無量千萬億劫裏邊隨佛所修行嗰個過程裏邊所學嘅一切法藏都能夠通達無礙。通達成點啊？如今所聞，即係話呢，好似而家啱聽到咁樣。嗱，如果我知道，當我憶念翻我讀小學時候老師教我嘅嘢，你能唔能夠好清晰咁知道啊？唔得，因為隔太耐啦嘛。我只記得可能10年、20年、30年前我小學嘅時候呢，老師教我啲嘢，大概講咗咩俾我聽。但係阿難尊者唔係話記得我幾多千萬億劫之前曾經親近某尊佛去學嗰啲咩，而係呢能夠憶念翻啲無量百千萬億諸佛所裏邊嘅一切嘅學習生呢，係
如今所聞，好似即時啱啱學到咁樣，咁佢就會唔會有忘失啊？唔會有忘失啊！認識本源，亦都記得起佢最初發菩提心嗰時候，本源係乜嘢啊？嗱，呢度咧相對翻嘅偈頌就話啦，世尊甚稀有，令我念過去。所以你佛陀嗰個授記唔單止係空口講話講將來嘅，亦都令佢藉此憶念翻去過去本源，過去嘅菩薩行，無量諸佛法如今日所聞，所以憶念翻無量劫所聞嘅佛法，都好似而家啱啱聽咗咁樣。我今無復疑，安住於佛道，於是我就能夠唔再有疑惑啦，能夠安住於佛道。如果佢唔安住佛道，安住邊度啊？假如佢唔安住佛道，安住邊度啊？聲聞道咯，因為佢本身而佢聲聞相啊嘛，佢自己唔記得本源嘅時候，佢又係一個聲聞弟子，乃至未證果嘅一個有學人而已。但係而家佢能夠憶念翻過去無始生死以來嗰個行菩薩行嗰個過程，個本源如何嘅時候，佢自然就會係安住翻呢個成佛之道啊！方便為使者護持諸佛法，不過咧，佢不單止今生，將來都會咧作為度眾生嘅方便，亦都係一個使者嚟到護持將來諸佛嘅佛法。好嘅，咁啦，咁喺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就提到咯，佢話閻浮提滿中化佛，一一化佛身滿3000大千世界。是諸化佛說三乘法，勸進菩薩修行念佛。佢就咧，其實呢個世間裏邊相當之多嘅化佛。嗱，一化佛身滿3000大千世界，即係咧每尊化佛咧，亦都現身於3000大千世界之中，為眾生說法。是諸化佛說三乘法，勸進菩薩修行念佛。呢啲化佛咧會說三乘法。嗱，三乘法唔係單一齊說有聲聞緣覺菩薩咁，即係咧佢有啲係說聲聞法，有啲說緣覺法，有啲說菩薩法，視乎翻對方個根器，說翻相應嘅法嚟到度眾生。所以呢啲化佛唔係單說一法乘，可以說三乘法嘅。勸進菩薩修行念佛，而家勸大家都能夠念佛。嗱，記住呢個我再三強調，呢個念佛唔等於念阿彌陀佛。念佛嘅意思就係念如來十號，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呢啲發心菩薩經常念住如來嘅10個功德，就能夠見賢思提，將來都能夠成就呢10個功德，能夠得到如佛一樣嘅莊嚴嗰個身上，乃至成就佢嘅無上正覺。所以呢度勸進菩薩修行念佛係要同釋迦牟尼佛乃至無量諸佛係見賢思提嘅意思，唔係表示求生淨土。呢度一定要睇翻嘅。阿難見聞即憶過去90億佛所說經藏，憶持不生。所以呢，當時阿難尊者亦都因為見到呢啲無量化佛，而能夠讓自己憶念翻過去90億劫世裏邊，響不同嘅佛所裏邊所聽聞嘅經藏，都能夠做咩？憶持不失。呢個好緊要喎，即係咧說過去無量億劫之前說嘅法咧，阿難尊者都能夠記得翻起嚟啦。呢個都係藉住佛陀授記嘅因緣，令佢有呢種咁樣嘅體會。有問題啊？冇咁，我哋今日去呢度先啦喎。嗱，咁記住啦，跟住我哋會有2個星期係新年嘅假期，然之後咧就先至再繼續上課。今日係7號，即係14號、21號就停課2個星期，28號我哋就繼續呢個嘅研習。咁到時大家記住要翻嚟啦喎。係啊，我唔會到時得翻個飯度啊，希望大家一齊嚟到新年度啊！大家有冇問題㗎？
今日有冇問題先？冇問題就回向啦。咦，回向問翻呢個手掌。好，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好啦，大家新年快樂啦！明年新年大家再見面啦！祝大家明年都係福慧增長，菩提上進。